所見，第一被告當時喺現場做緊啲乜嘢？見到梁美儀警員去追捕第一被告張文炳。當時梁警員係喺後邊嘗試制服第一被告張文炳。即係話，我嘅當事人係俾人從後襲擊。我絕對唔同意。佢被逼作出適當嘅防衛，先至會發生意外。梁警員係合理地去嘗試去制服第一被告張文炳，而張文炳係有意地拒捕。控方指出，你不合理出現喺一個渺無人煙嘅廢墟。